今朝全公司嘅同事都苦瓜面咁，皆因下晝有個客嚟，而呢個客係出咗名嘅扭計祖宗。喺粵語裏面，扭計通常係形容細路唔聽話，喺度又喊又點地，呢啲就叫做扭計。其實呢，扭計除咗呢個意思之外，仲有其他含義嘅，通常係3種意思。第一種係指小朋友因為一啲訴求冇實現喺度哭鬧，呢種叫做扭計。第二種就係指為咗達到一定嘅要求喺度玩手段啦，又或者哭鬧啦，都可以叫扭計。而第三種就係最特別嘅，係故意與人為難，提出高條件討價還價，呢啲都叫做扭計。譬如話今日下晝嘅活動，有個小朋友一味喺度扭計，搞到大家冇晒興致。職場上呢，不免有人會同自己嘅老闆或者公司討價還價，成日扭計，希望得到好嘅待遇。不過呢種人往往都係諗住得到更多，而對於為團體付出、鞏固團體嘅建設，就諗得比較少。呢種扭計就冇咩意義啦。我係彪哥，傳承廣府粵文化，記得關注點讚。